从事为家友服务嘅干正心慈善协会，在拜访调查嘅过程当中，发现到嗰度嘅家友其实有各种收藏东西嘅属意。故所以能喺2年前，屯10个位有专业技术嘅家友，也算穷苦嘅人，添置呢一只公版，有装水天、分别、清洁，也到各种嘅项目。一开始伊呢係希望屯玉市嘅人來聽書。今年3月底，又同台大創意創業學場合作，智能起家工作室來聽種錢搭函授，還成立嘅品牌。希望除了屯玉市嘅人聽書，還是得接一般人家嘅案例，安尼如果個問題是得長久做下去。台灣你做偌久啊？最近有才咧。17歲，16、17歲就到即嘛。40年。哦，應該全台灣攏走透透啊。要走吧。台北上大新島，做個旅遊。啲台北流浪東年嘅詹師傅，佢閒時家爸爸種磨菜葉，家媽媽會開家，此時佢就會去做人工穿梭費。小學畢業過後，開始聽聽是有錢嘅師傅學師嘅。不過等到佢出社會，睇環境唔好，家人生未起起落落。去有邊啊？這個是咩教？做工就是做一位有，做時啊叫人配合，阮這是自由的啊。頭家欠人敲電話後，你去為哦，啊無馬仔鬥做，一工2工3工。啊啦，較濟付佫出來，莫走，做較濟工。若無，別你了佫無叫，佫問有行為就是誘困。啊，有誒是，可能頭殼袂識食，老狗啊又袂用，那邊有少年。到90年代的时候，事实上，整个营造业不景气，装潢业也是非常的惨，所以油漆师傅比较有工作，就是你自己能够去接案的，那他可能就没有机会，他就到台北来。但这个到台北来20几年，就是浮浮沉沉的，然后又加上说困擾他很多的事情，然後他就一直都很不太穩定。寫一下有，一下冇，研究漸漸也唔好，嘅唔好，甚至到詹先生到嘅路空流動。不過一下嘅佢到干正心慈善協會成立嘅義務工作室來做分別師傅。做技能調查，發現說，其實各式各樣的人都有。以前他們從事的工作其實類別還蠻多的，那一直到那後來想說怎麼樣去讓他們可以發揮。那因為我們其實平常在協助很多街友重新脫離流浪，發現很多的那些獨居老人、身心障礙者他們可能狀況沒有那麼好，所以他們家裡的狀況非常的糟，然後也沒有錢去做修繕。那我們就想說，那如果說我這樣有技術的師傅，再加上可以幫這些弱勢的人做這樣的修繕的話，那其實是一舉兩得。6年前，干正心慈善協會老有水天分別也到屬意嘅師傅協來成立呢個公辦，有10個生意。台灣媽係希望同弱勢家庭來添增福嘅，今年開始同台大創意創業學場合作，學生嘅發揮行銷專長，以簽到人客，韓國崇陽目前同一條師傅成立義務工作室，還建立品牌。剛剛看1000、1200左右回來，要去問剩下多少？那邊做主要就欠的。其實我們募這筆錢也是希望說，我們的出現不是一次性的。我們這筆錢除了拿去修繕弱勢家屋之外，也會做後續師傅的培育，然後還有再添購一些器材。那募作的部分主要是想說協助一些本身並不是修繕專長的師傅，讓他們有可以發揮其他的技能，所以我們才想到募工。用一條無來嘅錢來開教人做夢想嘅課程，我培訓下較多無假無調，唔過對做夢想有興趣嘅人，好多一項屬意。其他唔單槍同弱勢家庭來聽書，也下連一般嘅家庭，未希望陪一條師傅有新嘅工作機會。
这个服务，其实他们想的都是，怎么样让街友有自己的工作，他不必再去流落街头。那我觉得出发点是好，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去真正解决街友流落街头的问题。因为他们有了工作，有了收入，他就有办法去维持自己的这个生活这个自理。詹师傅来到义务工作室过后，生活天天内就有会改变。到现在就是遇到起家以后，他比较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，然后可以租个房子，然后也可以去就是说跟朋友借钱就还一还。有啊免啦，迄个叫左位用好啊，就无法亏，阮就加减去做别人个啊，互相啦。互相啦。对。天天詹师傅好嘅小客，头摆起好建筑设计，每认真暂时唔顺势，而乃去流浪。故所义务工作室每天配安排其天天师傅来好。得到什么帮助？可能重新建立自信心吧。就是看我自己要不要去做，因为毕竟出工方面我都没有做过，因为毕竟过去都是在画设计图的，都没有碰过这些，就跟在旁边大哥赞助而已。如果他对这个有兴趣的话，那这是刚好是一个最好的环境。那对他来说也不会是一个很累的工作。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可以维持自己，然后他甚至可以慢慢的可能帮师傅负担一点的工作的话，对我们来说也会比较轻松。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多赢啊。义务工作室希望创造完整嘅营运方式，为亚洲师傅肯摆前未到头路，有天天嘅收入过正常嘅日子。用其亚洲嘅松鼠，除睇同平日天掌握嘅。每啲也高層動作，每天天呢嚟改變設計，愛潛在信心。